想喺珠海買樓退休度假嘅朋友要注意啦！珠海咁大，究竟邊個地區最適合呢？今次同你一次過講清講楚。首先就係金灣啦，呢個區細分有航空新城、三座、紅旗、濱海商務區、平沙呢幾個板塊。講到最靚仔、最成熟，一定就係航空新城啦。呢度已經搞咗10幾年，依家配套齊晒，5星級酒店、華發商都、公園、市民中心、藝術中心，仲有珠海最大嘅圖書館。行落條街度，城市面貌靚到好似去咗新加坡咁啊！新樓價格大約係14,000蚊至到2萬蚊左右。跟住落嚟就係香洲區啦，呢度已經發展咗41年，係傳統人口嘅集中地。珠海250萬常住人口有60%喺呢度，配套齊全，工作最多，但亦都係樓價最貴嘅地方。新樓入場門檻大約都要200萬起步。如果你預算充足，又想有城市嘅煙火呢，香洲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最後就係斗門啦，呢度面積最大，但係經濟反而係最弱喎。2024年嘅 GDP 只係佔全市嘅12%啫。新樓均價1萬蚊左右，價錢真係平。就業機會同香洲金灣相比呢就麻麻。不過我哋愛嚟退休養老呢就啱晒。斗門首選2個板塊。湖心路同埋尖峰南，尖峰南醫療、教育、商場、公園全部落實，行落街就有啦。唯一嘅缺點就係距離香洲主城區遠少少。講到湖心路呢，係斗門最接近香洲嘅地方，東側已經成熟，西側湖心新城規劃新，界面靚，學校開晒，不過商場、醫院呢仲要等多陣。總之預算有限，又想住大屋嘅呢，斗門絕對有得諗。總之嚟講，大方向就係錢多求方便就揀香洲，想靚環境又唔想太貴呢，就金灣航空新城。預算有限，但退休養老想住大屋嘅呢，就湖心路、尖峰南。但係買樓始終都要睇自己嘅實際需要，同埋親身要去到現場睇啱邊間買邊間，先至唔會揀錯。以上就係今集嘅內容，記得點讚加關注，我會帶嚟更多中山、珠海樓市嘅最新消息。